乡亲啊，讲准胶甲水库底涂埋，嘛会当将做创作的材料。艺术家赖东亚伫2006年使用石门水库的涂埋，烧制用系列的主题报道，互生态肥将做环保艺术的新名词。2010年，北北风灾灾区的涂埋，嘛将做伊创作的来源。为着要来落实到环保生活创作的理念，这位艺术家更加伫伊的老祖厝成立家庭美术馆，将各种的原生的食物，除了是基础的材料，嘛来打造出斑蝶飞舞的世外桃源。要安怎甲创作回归自然？佮是不是会当来促成到青年艺术家回乡来发展？咱做伙来看。一个因缘看到了水库的淤泥，这个不是小时候玩的泥巴吗？让这个淤泥来发挥烧陶循环的使用。淤泥拿来创作的时候，就是要说生态这一件事。它是友善环境的，是贯穿我们整个生活的。你把边角料变成博物馆的东西的时候，就不会被烧掉丢弃。玩泥巴其实就像我小时候赤脚踩在土地上那样的经验，是非常亲密，而且是黏哒哒的那种玩伴。这种灰鸭头创作的艺术家赖东亚以环保为主，循环经济做理念。2006年，伊开始研究用水库的烂土来做灰鸭的可能性。看到了水库的淤泥，就会觉得怎么会产生那么多？在那个因缘下，刚好就提一个案子，说淤泥从低温到高温都可使用。一个成泥厂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，常常在做陶创作以后，然后就跑去那边散心，希望说我的创作的东西是，跟环境是比较可以共融。这个是一个蛮大的动力啦。这个以前都是泥巴路啦，我们现在走的啦，现在是水泥。一天，东亚带着伊的牵手东伯，做伙前往石门水库，登去到当初研究生态肥鸭的秘密基地。真好，你好。我就是要来取淤泥。那我们这个区域的淤泥可以来使用。那我就来挖。好的，好，小心。好。哇，它很黏呐。李顶摆赖东亚用水库的烂土来做肥鸭，已经是17年前的往事。今天取的量够吗？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它颜色很深很黏呢。它的颗粒很细，像水泥，所以它必须要有石头的那个结构。所以陶土才有那个结构性。我们要配比过以后，它不粘手，它就可以捏塑，所以会加一些那个木屑啦这些，让它更多的孔隙。其实直接拿来用的时候，它不用烧那么高温，它回到土地它就很容易。整个大汉溪已经变成泥黄的一片，不断将大量的土石冲入到石门水库里面去。水库里涌进了大量的泥沙，根据水资源局的统计，最少已经超过7900万立方公尺，远远超过石门水库能够负担的范围。根据统计资料，2022年石门水库烂土归年的量大概有444万立方公尺。这土头为变成建材，部分变成台北港填海造地材料。2006年，赖东亚参加建议共同合作加温肥鸭的计划。
多元化使用，甚至是艺术创作，替每一档数量拢真侪水库烂土，找到决定影响的另外一条出路。这套用的作品，嘛，让伊行出艺术有称霸奖可能的第一步。这作品通常会给它有一段时间，然后再干一点，再修细一点点。2010年，伊用800洪灾中建区的土坝，做出888尊基福小回收。像这个，就是它还要有细节啦，细节，所以我会再把它做一些细节的处理。你就是一个祈福的信念，所以当然做的时候，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哈，结构啦什么这些烧子都解决。做的时候其实是在静心呐，因为它那个半干的时候，在敲的时候，其实很像在敲木鱼啊。伊希望除了谦卑，同时嘛以尊重的心，面对孕育家己生命、甲成长的这片土地。创作，你动念的时候会想很多，但是在实践的时候，其实是希望自己是静念的啦。土要变成一个可使用的东西，它所耗费的燃料啦，包括它的一些流程过程，刚好太太就有研究的这一部分的经验。无论是水库的烂土，或者是头份流出的附近山顶抢落来的黄土，惠雅艺术家全新的生态观念，就为这开始。这边有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哈，其实它都是慢慢的可以跟环境里面结合哈，然后长出青苔，然后就可以产生一种跟环境共融的一个会呼吸的作品。以循环经济为中心思想，艺术家赖唐鸭2015年回到苗栗老家，在头份山区打造了一座家庭美术馆，落实他的生态陶理念。你现在看到是红砖，那是我用画笔一笔一笔漆回去，还是用画的，所以把它变成家庭美术馆。东亚引导出的正新好龄，至今真有古早味。家庭美术馆的门面，周边环境是班蝶人员生活的必备基地。因为莎草季啦，还有没有果园什么的，这都以往的那个东西都不见了，而且越来越快速。当然，因为太太已经在做醋了，所以我们早已经用我们家的原料，现在都把这些东西种进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唐婆，欢迎大家来到唐婆醋吧小教室。为大家示范的呢是松针柠檬香槟醋饮哈。首先呢，我们就是先加冰块，加这个蜂蜜啊，这是野蜂。一开始我们酿醋的时候，当然是想说这醋是酿给自己家人喝嘛，所以一定要用好的材料。半杯的醋哦。最后呢，就加上我们的这个松针的搅拌棒下去，慢慢的，好，完成。我们老家这边有种什么呢？爸爸有种一大片的五叶松的松树园，就是家里面有什么样当地的食材，我们就是以家里的食材为主。周秀微生物医团工程的东伯高心怡，以生态园区内底规划所种的原生甲特有的食物，作为结醋底底的原料。醋呢还有其他的作用吼，我们就做醋冰沙，打了，加上竹棒子。完成。醋的饮料结合美学，罗东亚是大见人，也是品牌包装的艺术总监。我是做研究的，所以我把醋酿出来之后呢，那包装的部分就是糖压，以它美学的观点，包装呢就是糖压他亲手手绘的这个草书的书法布，然后来包布头。等一下会采一些水果回来。
边就有一颗柠檬，柠檬。看现在有果吗？有果子。友善环境不是干那伫咧家庭的美术馆实现，周边食物的生态选择，嘛是坚持同款的理念。这个是香水柠檬，要绿的吗？还是要黄的？哎，要大颗一点，然后大颗一点，哎，大颗一点。可是都绿的呢。绿的还可以啦。可以，那这个够大颗吧？好，就把它剪几颗，我们还可以泡醋用。江嘉玲伫咧12岁时阵对着热东亚学美术，以家己的兴趣甲专长，对食物甲烘托热情，豆豆啊，和艺术家对土地、环境甲家乡产生丰富的想法，还给环境里一些它本来该有的植物，所以就是原生植物是第一优先嘛，然后再来就是蝴蝶石草，然后发现有趣的是蝴蝶石草大部分都可以药用。那药用的话，就表示人可以用。这颗可以吗？这颗可以啊。那我们剪一点刺葱的叶子好了。好，好，好吃，好吃。对。到后面我就开始早上整理环境，然后下午做陶。这个用来做浸泡醋也非常好。它展现的就是一个自然的环境，那就是整个土地跟生命的本身。所以我觉得每个人来到这边所感受的、所体验的，都是自己跟这块土地的对话。现在都是紫斑蝶，紫斑蝶，还有一些那个花斑吗？黑麦花斑。对，黑麦花斑。我等一下哦，我挑。所以我1、2块我要翻来看。好，当去山内生活日常，艺术家创作的灵感一来，工作室又搁开始热热起来。抓到重心哈，来我来。可以直接到那个门口，到门口先开门。我们台湾很多的好木材，有一些边角料，然后你把边角料变成博物馆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被烧掉、丢弃。这做出来的东西也是我小时候的经验，像你像花生啊，生活上面的一些东西啦，就变成一个艺术品，就不会被丢掉。他的作品是非主流的，他想要传达是他的一个理念。艺术家罗东亚用烂土来做生态肥呀，为环保永续出发。在我们心情上，我们是很被眷顾的啊。我们可以因为之前的努力工作啦、酿醋啦、摆摊然后回复到乡下，然后日子还可以过，而且还可以回复到自己的创作，就很感恩的。翁仔某透过肥呀土做饮料，无同款的形式，带出苗栗山顶的韵味。循环经济是因的理念，艺术家友善环境，替水土的烂土找到重生的机会，嘛伫永续之路继续创作。生态陶我希望透过这样手做的陶，我跟土地共好，也让生态艺术巧妙地融入生活。